气候各样，一寡做餐人拢认为今年歹年冬，像讲苗栗有6款果子产量一日也减真济，其中梨仔产量减3-4成，即马梨仔拄好大出，为了避免旧历7月摆梨仔有招你来的禁忌，种梨仔人即马就想尽办法要来斗销，像讲倒篮杀活动期间买1粒送1粒，啊若大湖是买10粒送1粒，佫会当免费食梨仔冰沙，抑佫有梨仔水煮饺，这系创意的食品。 冰沙顶会加红色的枸杞，甲切做一角一角的梨仔，看起来真体火。今年大湖地区梨仔产量受到天气的影响，平均减3成到4成，计小起2成。农民特色创意食品免费试食的活动出来，请游客去山地消费。另外，买当体验早期老干道慢果子的感觉。对，里面有加枸杞，还有这个是水梨的那个切丁。 吃起来甜而不腻。苗栗大湖乡倒兰镇甲三湾乡种梨仔面积有1300多公顷，即马当是新兴梨收成期，一粒平均有13两重。虽讲大粒的梨仔无讲真济，不过雪价足甜的，唔若免费试食。倒兰镇公所伫拜6休假日，佫会雪买1箱送1箱的活动出来。水梨哈，你买1箱就送1箱，葡萄也是买1箱送1箱。 梨仔甲葡萄拢总限量400盒，是要抢好康的民众骹手就要紧。另外，倒兰镇公所嘛塞梨仔加上客家水煮饺的 DIY 果子三角圆出来，嘛同款有提供民众免费试食。希望梨仔的销量未受到旧历7月普渡招你来的禁期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